林峰早排完成演唱會之後，未有放慢腳步，前晚佢就由上海出發飛去米蘭，接受時裝品牌嘅邀請，準備出席米蘭時裝周嘅活動。出發之前，林峰先挫爆機場，大擺 pose 影相同埋拍片，向 fans 報告行蹤。而抵埗後現身時裝 show 場地門外，準備入場睇 show。期間就吸引咗大批 fans 圍觀等候。一見到偶像落車，即刻要求合照同埋簽名。林峰就一日滿足大家嘅要求，表現相當貼地親民。據知林峰對米蘭呢個地方似乎情有獨鍾，過往曾經多次被發現喺當地旅行，如今舊地重臨，相信公餘時間亦都會把握機會享受美食同埋 shopping。另外，師弟張振朗就接受另一個品牌邀請飛去米蘭，抵埗之後佢就喺街頭影靚相，一身西裝打扮英氣十足。事後佢就喺社交平台度上載相片，仲留言話見到啲西裝剪裁超型又超，喺街頭着都好自在。張振朗接受我哋訪問嗰陣就話第一次去米蘭時裝周朝聖，之後要返香港準備同姚子羚嘅內地音樂會，仲話忙得好開心添。